跟住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講天氣。各位早晨，歡迎收睇今朝早嘅天氣報告，我係梁麗麗。咁今日咧，廣東沿岸咧係受到咧活躍嘅西南季候風同埋低壓槽所影響㗎。咁所以喺大範圍嘅衛星雲圖咧，可以見得到啊，呢一區咧都俾一啲厚實嘅雲帶所覆蓋住嘅喎。咁同樣咧喺雷達圖像咧都可以見得到，琴晚開始咧，其實不時咧都有啲強雷雨區咧係影響住香港㗎。咁天文台咧喺琴晚嘅9:40咧係曾經發出過黃色暴雨警告信號㗎。咁喺信號生效嘅期間咧，其實曾經咧有啲區域咧，例如西貢區咧嘅每小時雨量咧係曾經超過70毫米添㗎。咁而咧，我哋可以見得到咧，而家比較強嘅雷雨區咧，係集中喺咧香港嘅東部水域㗎。咁而家好多地方嘅雨勢咧都唔係咁大咯。咁天文台咧喺今朝早嘅6:20咧係取消咗咧黃色暴雨警告信號㗎。不過大家咧都唔好掉以輕心喎，可以見得到咧比較強嘅雨區咧其實都好近我哋啦。如果呢啲雨區係向西伸延嘅話咧，我哋嘅雨勢咧又有機會咧大翻一啲㗎。咁所以咧大家咧都要留意到咧今日嘅天氣咧都係唔穩定啦。出門咧，記住咧要帶遮，亦都要留意咧天文台發放嘅最新天氣消息啦。咁咧可以喺雨量分佈圖咧見得到啊，其實喺今朝早咧，普遍地方嘅雨量咧都超過咧30毫米啦，而西貢區嘅累積雨量咧更加咧超過100毫米添㗎。而至於氣温方面咧，喺今朝早6點，各區嘅氣温普遍係介乎喺26到29度之間。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咧，會係咁樣嘅，就係多雲有驟雨同埋有狂風雷暴，雨勢有時咧會係頗大㗎。最高氣温咧大約喺29度左右。風方面咧就會吹和緩至清勁嘅西南風，離岸同埋高地咧間中吹強風㗎。咁而至於嚟緊嗰幾日天氣咧，我哋就預計聽日咧仍然咧係受到活躍嘅西南季候風同埋低壓槽所影響啦，所以雨勢咧有時咧都係會頗大㗎。咁而去到咧今個禮拜嘅中期咧，其實呢度低壓槽仍然咧會喺廣東沿岸咧徘徊嘅喎，所以呢一區嘅天氣咧仍然係唔穩定㗎。展望方面啊，我哋就預計咧聽日雨勢咧有時頗大，而禮拜3、禮拜4呢兩日咧天氣仍然係唔穩定。而去到咧隨後嗰1、2日，到時受到咧西北太平洋嘅副熱帶高壓脊咧向西伸展咧，咁到時咧會抑制一啲對流嘅發展㗎。咁我哋預計咧驟雨咧會逐漸咁樣減少啦。今日天氣咧就講到呢一度啦，多謝大家收睇，祝大家有個愉快嘅一日，再見。跟住睇埋分區氣温。